主后2026年6月初9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对敬拜出发。咱做伙来听读圣经《列王纪上卷》第5章第10到1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《列王纪上卷》第5章。太尼王希兰听到所罗门续接伊的老爸大毕受选入做王，就派人神去见伊。希兰一直是大毕的好朋友。所罗门嘛派人去见希兰，讲：你知我的老爸大毕袂当为着上主伊的上帝的名去圣殿，因为伊甲四围的对敌交战。着等到上主互因拢降服。当上主我的上帝已经使我天下太平，无对敌，无灾祸，所以我要为上主我的上帝的名去圣殿，是照上主对我的老爸大毕的应允讲，我要互你的囝续接你，坐你的位，伊要为着我的名去圣殿，所以请你命令人去黎巴嫩为我插碧香树，我的工人要甲你的工人做伙做工。我嘛要照你定的工钱，互你的工人。你知阮无人亲像恁西顿人遐尼敖插树。希兰听见所罗门的王真欢喜，就讲：今日上主应该受称赞，因为伊赏赐大毕一个有智慧的囝，治理真侪的人民。希兰派人去见所罗门，讲：我有听见你传达互我的话，我会照你的需要，提供碧香树甲香树的茶料互你。我的工人会对黎巴嫩运木材落海，把做几排铺伫海面，拖到你指定的所在，伫遐拆开了后交互你。请你嘛照我的需要，供给粮食互我的家。希兰就照所罗门的需要，供给碧香树甲香树的茶料互伊。所罗门互希兰2000公吨的小麦，40万公升纯的橄榄油，做伊家内的食物。所罗门逐年拢照安尼互希兰。上主照伊的应允，赐智慧互所罗门。希兰甲所罗门彼此立约，和平相处。所罗门王对以色列人民强制调人工3万，逐个日轮流派1万人去黎巴嫩，因1个月伫黎巴嫩，2个月伫厝内，阿多尼兰做监督。所罗门有运搬的工人7万，伫山里拍石的有8万。另外，所罗门有督工的官员3300人，监督遐的工人。因照王的命令，拍大搁贵重的石头，运来下做殿的地基。所罗门的师傅甲希兰的师傅，以及加百列人做伙拍石，准备材料甲石材来起圣殿。对敬拜出发。所罗门王拄搭继承老爸大毕王位的时，并无急要展现个人能力来证明家己的优秀。相反的，伊选择承袭大毕建立的外交关系，特别珍惜甲太尼王希兰的友谊。所罗门并无用个人声望做优先，反正是用上帝旨意建造圣殿作为首要目标。安尼的态度，为咱的人际关系互动带来深刻启发。伫现今的社会，真侪人伫
接手某一个重要职位也是任务时，往往希望透过推翻以前个人的决策来展现个人能力，以凸显家己的见解甲领导风格。总是所罗门并未陷入这种比较甲竞争的思维，伊珍惜老爸代笔留落来的关系甲资源，深知这一切并毋是属于某一位领袖，是上帝所赐。为着要成就更较大的计划，建造圣殿，予伊成做万民敬拜上帝的中心。所罗门甲希兰，代笔甲希兰之间的最大共同点，并毋是各自谋求国家的利益，而是聚焦伫建造敬拜上帝的圣殿。人际关系的价值，无应该单单看个人利益，也是短暂的成功，而应当指向更较悬的属灵目的。咱是毋是捌踮关系中过头计较个人得失，而忽略了上帝赋予的使命？是毋是伫人际互动中只关注家己的发展，而袂记得思考安怎帮赞别人更较亲近上帝？真正的关系是踮共同的使命中受建立的。所罗门甲希兰的合作也显明，一位成熟的领袖，并毋是急于塑造个人形象，是会晓尊重前人的努力，善用既有的基础甲资源，完成上帝托付更较大的工程。咱通选择延续前人拍落来的基础，互成果更较完善，较毋是一味推翻，搁再重来。咱通珍惜长辈的智慧甲经验，无急要固定传统，是对迄中间领受恩典。咱通学习甲无同的人同工，毋是要建立个人影响力，是为着要互上帝国度更较兴旺。所罗门的谦卑甲智慧，最终为以色列带来国泰民安，也完成圣殿的建造，互人民会当踮遐敬拜上帝。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，不应该只是合作顺利，或者是成果丰硕，是会当引带人建立甲上帝的永恒关系。当咱用敬拜上帝做核心来经营关系的时，所有互动拢要超越个人得失，是指向更较悬的荣耀。圣经的启示并毋是爱咱专注伫某一寡人的成就，是爱透过因伫上帝面前的言行，互咱看见上帝安怎引带因的性命，互咱学习所罗门的智慧，伫同样关系中追求上帝的旨意，无搁再简单为家己的成就努力，是会通邀请更较侪的人做伙参与上帝的永恒计划，愿咱的生命对敬拜出发，搁最终归荣耀互上帝。默想，伫人际互动中，我是毋是愿意只求上帝的旨意成全，参与伊更较大的计划，较毋是简单为家己的成就在努力。伫人际互动中，我是毋是愿意只求上帝的旨意成全，参与伊更较大的计划，较毋是简单为家己的成就在努力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求你教我，无为家己建立名声，是愿意承接前人的恩德，甲当下的正人同工，互你的荣耀踮阮中间彰显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